第二，再次将我更新。在星期天的早上，我们要再次的来宣告，耶稣的名满有能力，一起来赞美，因为他的名使我们全然胜利。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从座位站立起来，用掌声、用歌唱、用祷告来赞美他。一起来宣告。当我在再次的来到主的面前，将自己谦卑下来，求神再次的更新我们。这更新并不是表面上所说的，乃是我们全然的交托，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行为和心里所想的一切都要被神来更新。让我们再一次的用这首诗歌来向神来祷告。主我再次到你跟前，交给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是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
全摆在你宝座前，有我你的脚，为你的喜乐服务。你是他。再次的来到主的跟前，主我再次到你跟前，焦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每天家长生成时，流血受伤。你是他，我想你，你再次叫我，主我要来敬拜你，主我要敬，因为你就是道路，你是生命，你是生命。我想你，你再次叫我更新，每当我回转，你再次叫，每当我想你。你再次将我更新。让我们持续站立。咱三甲齐声来念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你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甲来交读启应文29诗篇146篇。恁着学罗耶和华，我心要学罗耶和华。恁无得倚靠君王，无得倚靠世间人。伊一个啊断开就归途。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放受冤家的。
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这声，恁着学了耶和华。咱三个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即礼拜来保守甲带领，求你赦免阮即礼拜所做一切的罪过，求你洁净阮的心，互阮的心再次的敬心来甲你的圣殿敬拜你。阮现在同心向你祈求，求你医治，因为破病无法来教会兄弟姊妹，互因的病痛得到好的医治，紧紧好起来。求你安静阮的心，会使照着蔡长老的信息得到溃烂，互阮的灵性更加勇壮。感谢你聆听阮的祈求，奉主的名求，阿门。请圣歌队献诗，主的祈祷文。
咱三甲来聆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历代志的15章1节到第7节。上帝的神临到俄狄的囝阿撒利亚，伊出去迎接阿撒，甲伊讲：阿撒甲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啊，就听我的话，恁甲耶和华伫地，伊也甲恁伫地。你若找伊，伊也要互恁找着。总是恁若气杀伊，伊也要气杀恁。以色列人久久无真的上帝，无教示因的祭司，也无律法，总是因伫患难的时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来找伊，伊就互伊找着。迄时出入的人未得到平安，列国徛起的百姓，拢拄着大扰乱，国攻击国，城击城，拢相毁坏。因为上帝用逐项患难扰乱因，但恁着勇行，手毋通软落去，因为恁的所做要得到报赏。这是咱请蔡长老来讲道，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再次将我更新，再次将我更新。兄弟平安，请你叫顺便隔壁讲平安。叫你那水的呢，是真正带互你祝福。你毋通袂记你讲，我祝福你，这四只手是祝福家己呢。今日我看到足欢喜的，看把只对了牛，骹咧疼过来吼，我无甲你拍吼。骹咧疼交无关系啦吼，可能跟你查某囝有关系，交我是无关系。总之来我足欢喜，我咧看到文官因规个拢来正式我甲欺负的，文官咱规个咱真感谢主，咱来真感谢主，咱管着内务司今日来干的古代就知，我就甲拜托讲，安尼看听足倒的时阵，都讲，真正足水，这是一个真水的教会。咱无咧分，咱的教会今年的标主题是啥物？研究都难搞讲诶，咱教会今年主题是啥物？更新的教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我们包括所有的一切，在主面前都要什么？重新更新。更新，比如讲，咱教会换新的哦，咱教会已经买了后，咱就要准备要来迄个电梯，咱准备要来拉皮，全部更新。那是外表的更新呢，最重要是我们内面的灵面，我们要更新呢。今日对阿撒王的革新，阿撒王生命的更新，咱来看上帝安怎祝福伊。今日看以色列历史的时阵吼，足简单的啦，足单纯的啦，因若顺服上帝。啊！上帝就较祝福，啊！你背个上帝，啊！上帝就互因安尼乱七八糟。那即阵呢，社会嘛是安尼呢。你若有顺服上帝的时阵，上帝真正祝福你。啊！你若无顺服上帝的时阵，但是讲贫惰，是讲爱做寡上帝无欢喜的代志时，上帝嘛是会甲你处罚啦。啊！你要个上帝处罚，魔鬼就已经甲你处罚啦。有当时你感觉生活已经，我怎么活得那么痛苦？我活得好累。最近的疫情的人哦，就是听到讲活得好累呢。疫情都拢忙咧佚佗，这听就是啥？我活得好累，我活得好累。迄真情书，我自己教拢会接触足侪真情书，啊，常常咧写讲蔡某某。真正有活得那么累吗？因为我嘛想讲，我活得好累啊！我重新全部都开始。今天阮家乐无来，我就无菜。我跟阿妈讲，我看到家乐我好高兴，因为他叫我哥哥，叫他迄个叫阿秋叫阿妈吼，感觉上好舒服哦。一个叫哥哥，一个叫阿妈，好舒服。所以阿撒的个性的时阵安怎？阿撒甲讲，阿撒，咱看南国犹大吼是属于犹大国，啊个顶悬一条啊平安面。理论上来讲是这较小的国家，北国连续10组拢带到北国，以色列国带到北国，总是上帝祝福是犹大国。
你看北国找无好的王，犹大国嘛毋是逐个王拢足好，总是有找抑个好王。哎呀，好王一个共同的特色，亲近耶稣，亲近上帝，亲近上帝，人上帝就好伊啊。转向上帝，回转上帝，你的生命更新，上帝就是祝福你呀。这么简单的事情，可是他们以色列人要经过多少年的累积，慢慢教训，才会知道你的生命怎么去更新呢？所以我们要顺从、寻求，这是什么？这与神同行啊！我们经常问你一句话说：什么叫与神同行？我就是信靠上帝，就是与神同行啊。圣经里面所讲什么？以诺65岁的时候，那圣经没有讲说65岁以前他在做什么，可能在做事业啊，可能做电子业啊，以前没有电子业的哈，可能在做什么很多的事业。可65岁的时候，他生了马头沙拉，他就跟神同行，就是一直跟在神的左右，跟神同行，顺从神，求告神。这300年来，那个以诺跟神同行。神直接接上去，然后马土沙拉活几岁啊？哦，有人比较侪岁无？圣经内面所记载无啦吼。我毋知迄个印度的迄个林牧师969岁，你毋知活会当969岁未？我咧看即阵是真拼的啦，82岁安尼啦，你超82岁尔，你无当969。所以相对的，969岁可能发生什么代志？大船大水落来，毁灭人类。所以这300担，伊诺甲上帝三那甲伊嘛早讲，伊的子孙有可能有一天，他的子孙，他的马土沙拉的年代终了之后，上帝毁灭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跟神同行。我们把以诺跟神同行，还有一个人跟神同行是什么？以利亚就以利沙他的徒弟看到以利沙跟上帝用马车把他接走以后，他求了一件事情：求你的灵加倍在我身上。我发觉这些有智慧的人的祷告都很美丽呢。那以色列，上帝说你要什么？我求智慧，所以上帝就赐他财富，赐他名利，赐他好多东西。他们求的都不是我们想象中。如果你问我上帝求什么，我要功名利禄，我要赚很多钱，我要当很大的官。没有，他欠我智慧。为什么要智慧？我可以智慧来敬畏你，我可以来智慧来统治我的人民。所以，他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上帝所喜欢的。这亚萨里面，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的帮助是耶和华，亚萨利亚，我的帮助从耶和华。那么我们一般也是那位乌西雅。乌西雅的意思是什么？我的力量是耶和华。所以我们觉得很好玩的。我们从旧约里面所提的，一定是某某人的儿子什么什么什么，蔡天贵的儿子蔡崇义，也就是这个信仰是一代一代的。但是你跟神是直接的关系，可是信仰是一代一代的啊。上帝是我的力量啊。他的爸爸跟他取这个名字，希望他一辈子依靠上帝，顺从上帝，得到力量。所以在亚萨执政的时候，跟那个耶罗波安，耶罗波安不是罗波安呐，耶罗波安的二世的是真正的那个服侍上帝、信赖上帝。他更新说以色列国归向神，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说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啊，我根本不必敬拜上帝。这个事情在全世界都发生。美国是不是基督教国家？是吧？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吧？是啊。川普一直讲说，你看，我们恢复说美国的光荣，我们要成基督教国家。可是美国礼拜的人数很少礼拜天你看到一大堆人，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不去做礼拜？我相信上帝了啊，我就得救了，我为什么要做礼拜？好麻烦啊！做礼拜就是形式嘛，就是一个形式是个形式吗？没有，做礼拜是亲近神，做礼拜是上帝给你最大的福分。大卫讲什么？我的一生要在圣殿求问，一生一世有恩典与慈爱伴随着我。你在圣殿里面求的时候，
很美的事情。所以他们都做了一件事情，是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看正的事情就是什么？顺服上帝，全心全力的跟神在一起。这个我们下礼拜，那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些事情。那今天我们就不提了很多，但是我们就讲一件事情：上帝做的人哦，上帝有没有做的呢？你觉得出埃及，从埃及到迦南地要多久？他要走40年呢。像对不起，做的呢？我们去上 Google 我们就把它 Google 去看一下。那 Google 里面，如果用 Google 用开车的话，6个小时就可以到。如果用走路，那么也是几天就可以到了啊。11天，说走的最慢是11天，说当时的道路情况不好，再怎么走，不会走40年吧？所以上帝真的是有时候想一想，上帝是很无理的上帝啊，上帝做无理的啦，无理一下子就可以把他带到迦南地。可是各位想一想以色列是在埃及做奴隶呢，所以他们的想法都是偶像的崇拜、奴隶的崇拜，他们对神其实很遥远呢，他们跟神很遥远。虽然摩西行了10大神迹，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过红海，那是不是大神迹？大神迹呀！没有水，石板等下去有水；那么没有吃东西，有烟豚，有玛瑙，是不是神迹？可他们不觉得啊！我在家里，我还有兔子肉，我还有个鸡肉，我还有牛肉，我就没得吃。我在想说，如果给我吃了40年的烟豚跟那个。你觉得你受得了吗？我当时那个 COVID-19 被隔离在旅馆，每天吃便当，吃3天以后，我女儿送来那个泡面我以前不吃泡面，我都觉得泡面是很不营养、很不好的，结果我才知道说，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就是泡面。你吃了40年的烟豚，上帝训练他们什么？训练他们顺服。因为他们经过那段时间，他们几乎跟上帝都隔离。上帝用40年的时间在训练、在操练他们。所以你不要觉得说进入捷径就是得到。你看，现在股票大涨，我去买什么那个甚至还人心来 AI 交互，买 AI 就对了，一下就赚大钱了，比你那个薪水。说到薪水，我今天在开玩笑，我已经当8年半的监察委员。我从8年半以前就想来台北买房子，从蛋黄区买到蛋白区，买到什么蛋什么区不知道，蛋清区还是蛋壳区，反正现在不管是永和、中和也好啦，那个板桥更不用讲了，讲到那个北投的全都在上面。我们委员都告诉我说，当时我叫你去买，他们都有盖一些房子，我叫你去买，1坪20万，你不买。那现在有没有1坪20万的？有啊，在台南有啦，台北就没有。那我说无所谓了，反正是有没有房子都无所谓。到时候没有房子的话，我来阿丘林刀大个天的多，可以吗？所以相对的，我觉得反正他就住的地方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各位记得一件事情进入接近的近，不见得是好的上帝给你，你可能求上帝说：“我怎么求了老半天，真都没有应允呐！我心好急耶！上帝，你怎么这个样子？”上帝求进入不见得对的上帝要给你磨练，给你装备，给你操练到你更倾向主、更亲近主的时候，上帝用你。当我70岁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这一辈子这样走来，有没有埋怨上帝？当然有啊！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这个应该是我的，这个应该怎么？这个应该怎么样？现在回头过来，还好那时候我不是这样，还好。可是还好要经过多久？经过几十年呢？上帝有他的时，上帝有他的目的，上帝有他的作为，所以我们上帝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啊！上帝所想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上帝意念超过咱的意念，上帝
伊的计划，伊的所有的物件，拢超过咱所有的，就对人好不好？钻10分、60分，我们钻10分还多久？大概是不是8年？8年是50年了，我们还是8年了。钻10分，你想想看哦，钻10分多美！文荣啊，拼一拼啊，钻10分，嘿，钻10分我来参加。看不太可能吧？可能嘛。我如果120岁的话，就可以参加到钻10分。钻10分有一对钻10分，我觉得这个故事大家听过嘛，很古老的故事嘛。问他太太，你们2个生活这么久，你先生有什么缺点？我的先生缺点哦，你看那个文官缺点一大堆哦，文官刷牙刷不干净哦，那个袜子啊，每次回来啊，穿那个袜子啊，不是2只脚不是颜色不一样，就是随便丢在沙发，一大堆啊，这么多缺点，有没有优点？你能够跟他生活60年，这么多的缺点，到底有没有优点呢？优点很少呢。他的这些缺点哦，就像那个天上星星那么多一大堆，可是他的优点只有一点，像太阳。就一个优点哦，像太阳。那为什么你们2个还能够生活在这一起60年？因为只要太阳一出来，所有的缺点都不见了。上帝也一样，你埋怨上帝啊，上帝好多缺点，我求什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这个也不好，我这个做这个事也不对，那个上帝都不听我讲话。可只要上帝一出来，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这是上帝就像太阳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帝是完美的。可在我们的眼中却一大堆的缺点，是我们的眼中的缺点，它是一大堆的缺点。那起码我们跟他呼求，他不理啊。有时候我们祈求上帝，说我们祷告了老半天，上帝好像没有听我祷告其实错了，只要你顺从，上帝就跟你同在；只要你寻求就寻见。但是不要忘记哦，只要你离弃他，他就离弃你嘛。我觉得这也很公平啊。所以相对的，第二个，我们要回转向神来被寻见。以色列人不相信真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历代下15章34第13到14节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上帝告诉我们，他们不相信上帝，可是他们遇到急难的时候，他们还会做一件事情，回转向神。我为什么一直觉得主日学很重要？所以我们主日学的学生，很多人开始到青年以后就离开上帝，拼事业补习做了很多事情，他们已经忘记上帝。可有一天等到他们有危难的时候，他想到说：“主日学老师告诉我要祷告要寻求上帝。”上帝有没有回应他？有。我再强调一次，上帝永远在你的心里，他只是等你跟他求告。但是在殿里求告，大卫有所说：“我一生要在殿里求告。”可是平常也是上帝希望你永远跟他祈求，因为你们寻求就可以寻见，你寻找就可以找到上帝。只是有时候你找到上帝，你自己忽略他。我们经常忽略上帝，上帝其实在跟你讲话，可是你好忙。听不到上帝讲话，我再强调一次，你有时候太忙了，忙到听不到上帝跟你讲话。上帝随时在跟你讲话，圣灵在你的心中。阿姨呀，这样呢？这里安诺。可是我们太忙了啦，我哪有时间听你讲话？等到晚上夜深人静，上帝啊，你怎么今天都不听我讲话？上帝可能讲说，我今天跟你已经讲了一天的话，可是你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听而不见，视而看而不见而不闻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们经常做这种事情，上帝有没有跟我们讲话？有。那是你听到吗？你有安下心来听吗？信主的人会不会？你不去温主公庙，那天师弟载我过去温主公，他问我说：“
某某人，你有没有经过温子宫？我说我没有其实我要检讨一下，我还没有经过温子宫啊，我只有到那个地下街那边有很多人算命，我去看看，好多人在算命，我没有经过温子宫其实我讲进去，对我来讲，我信上帝，可是我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敬拜。听说温子宫没有拿香的，少数的庙宇，好像唯一吧，没有拿香的，我要进去看看。我们应该讲，我们信上帝不是为了得到祝福，但是信上帝的人一定会得到祝福。信上帝是因得到祝福是果。我们不是为了信上帝来得到祝福，你太现实了吧？上帝想说你会信我再祝福，我就不会祝福你，我就看你有训练你的心上帝会操练我们的心但是你信上帝会得到祝福，这是肯定的嘛。我这么看起来，尤其我们长老会，我们看了好多长老会，长老会其实从最穷的教会，就长老会现在算富有的教会，可是有钱的教会对长老会不见得是好我一直觉得，我一直怀念以前我们那个时代，真的好穷。我们跟牧师其实我们家里跟牧师一向都非常的好，那些老的牧师，50岁以上的老牧师根本都非常的好，那他们都非常有使命感，那跟我们在一起也非常的好。这100年来，我们看我们的教会的历史，我们教会经过140、150年了，长老会变成一个中小康教会，长老会的企业家越来越多，长老会有钱人越来越多，可是礼拜人越来越少呢。我讲这就是一个挑战，总会的人可能不高兴，因为我在信仰委员会里面第2届的时候到一半我就辞掉了，因为我说我要去当监委。其实我是真的有时候跟他们讲神学讲不够啦，就讲着，反正我都全部相信上帝圣经，他们对圣经还有质疑，但我就算了，我认了，我这个人最笨，我全部相信圣经。我是信仰委员会，人家是想办法进去，我是唯一的长老。可是，在里面我一直告诉他们，我们长老会现在要注意我们长老是有钱人的教会了说没有啦，你看谁怎么样，谁怎么样，谁怎么样，谁怎么样。其实我们已经慢慢进入有钱人的教会，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讲恩友教会？我觉得那个才真的像教会。我们都太有钱了。我所谓的太有钱，你比如说没有啦，跟谁比？跟中农教会比，我们哪有算有钱？中农教会那个10亿很简单，我们那个1000万可能就很难。我觉得不是用钱比用心来比。我觉得我们要到那个起初的爱，回归初心100年来信主有没有得到富足？有啊。看到韩国没有？就是最好的例子。韩国本来快被淘汰的韩国，因为信主的人很多，所以韩国一直复兴。可是你没觉得韩国在走下坡了呢？韩国在走下坡教会关门听说COVID-19之后，韩国关了好多教会。那我们笑韩国，台湾也一样，36%教会聚会人数下降，甚至有50人以下的教会，现在教20-30个人一堆。你说日本是块硬土，我们当初一直笑日本30-40教会大部分都30-40个人，台湾慢慢的也走这个趋势，20-30个人的教会，以前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嘛现在很多呢。我讲之后不是说批评别人，我们教会做中心，你把它绕一圈有5间教会，20-30个人教会还有。我不是说他们不对，我是希望说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要检讨一下，上帝给我们越来越富足，可是慢慢的，因为在富足之中，我们就忘记。所以这句话你定来听到嘛？1代千，2代名，3代无名，4代你抢我无用，5代是名满处经嘛。我们有没有在5代里面？你想想看，如果第1代，你看那个高潮那个李修牧师他们，那一代信仰都很好。你看他子孙，上帝真的祝福好大的祝福！美国400年以后，他们去说他们的历史里面那个清教徒跟信主跟非信主的完全不同。信主会不会得到祝福？绝对会，祝福你的千代万代，但前提是一代一代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圣经很好玩，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像我上个礼拜讲我是蔡天贵、
我是蔡对会蔡崇义有我的儿子蔡尚恩，我一直讲说耶和华王那反正吉安跟我也比较熟，会讲耶和华王耶基安耶心灵啊，一代一代呀、啊，虽然一代一代啊，看卖像丢牛，你嘛是带恁查某囝来对无？啊，是恁查某囝甲伊带来，我毋知啊，反正一个带一个就对啦吼。不管啥物人带啥物人，绝对毋是我就是啊啦。我嘛无甲你跑，我先甲你讲。所以相对的，我们现代的人求的是什么？人生的地图，上帝你跟我安排好啊！尤其我们现在有 AI 啊，有 GPS 啊，上帝你帮我定位。尤其 AI 之后以后我们早上起来，开灯啊，机器人帮你开灯，帮我煮稀饭煮好了，帮我喂，还有躺在床上帮你喂，拿牛奶，拿那个盘子来喂啊！我去上班了，帮我穿衣服，我只要站着以后就帮我穿衣服，那个有没有都有？会不会实现？我不知道，搞不好会有。关键时刻很多东西，当初那汤姆克鲁斯在那边用手在滑，我们都觉得不可能嘛。现在手机哪个不是用手滑的？我们那个黑金刚已经不见了啦。但相对的，我们慢慢的，我们只求上帝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应该求上帝跟我们的同在，上帝引导我们走。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上帝跟我们的互动，跟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你跟上帝有没有互动？我们教为什么推行9点的祷告？我们希望跟上帝互动，我们希望跟上帝保持关系。你最喜欢每天想一下上帝吧，他是你的阿爸父神，你是你的爸爸，你一点都不想他哦，打个电话也不会哦。我一直强调，我这一辈子觉得是自己最值得的是，我到我爸爸死前。我每天一定会打电话，在台北那时候还是长途电话，我的钱用最多就是长途电话跟我爸爸讲话。所以你跟神同行，神就与你同在。什么叫同行？刚才讲过嘛，你要顺服他，顺从他，依照他的旨意而走。最后一个，去除罪恶，再次更新。你看亚撒。处处不得平安呐、各地大乱呐、在犹大国里面的非常的乱，非常的乱。结果先知来跟他讲：“你们要刚强啊，不要手软呐、跟那耶稣亚一样。当初摩西跟他讲啊，你那勇敢重担，无得干，无得论，不能到都去。要我上来拢给你上到地，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你们往哪里去，你们的上帝必与你们同在。刚强，刚强壮胆，我们现在讲很容易哦。”其实有时候也很不容易呢。我们上个礼拜是上礼拜不是什么中年普渡吗？那个各机关都要去拜拜吗？每个委员都会下去啊。我的好处是没有人会找我啦。我当法院的院长也没有人敢找我，都是找厅长。他们拜完以后啊，我才知道，反正因为我来签嘛，要签他们去买什么那个祭品的名字，我才知道他们去买。可是他们都知道，你是基督徒的好处是完全不必理这些东西。我们其实罪恶啊，所以他就把说所有可憎之物，什么叫可憎之物？那些偶像、那些木头、那些木像、那些丘坛，筑在高处的丘坛，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呐、啊。10诫里面怎么讲？第1诫，除了我以外，不要有别的上帝啊！除了我以外，我们不来兄弟。第2诫什么？去除偶像啊！那我就跟你雕天公熊啊！他是祭邪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信仰告别会念10诫，可是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是念10诫，而不是把10诫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经常讲去除罪恶，然后什么？把耶和华的走廊全面要重新修筑，耶和华做什么？做礼拜。他们甚至把圣殿里面那个所罗门盖的这么好的圣殿，他把它废弃荒芜啊，好可怜的。我们都还有2根柱子什么时候我们有圣殿，这2根柱子不见了？所以相对的，他就去除罪恶，然后恢复一个礼拜。所以除罪有3部曲。这昨天晚上我3点半起来，我太太说那个灯怎么没有关？其实是因为我怕我吵我太太，所以我就跑到旁边的书房里面去，就把那个3部曲重新再写一次。我们里面的生长有3个步骤，第一个是未信主，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拜偶像啊，因为他从各族来，他自己就有他的偶像，甚至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他们还造偶像。
为什么要看得到？耶稣，阿秋啊，耶稣在哪里？你看到吗？昨天有没有跟你讲话？昨天晚上没有，耶稣没有跟你讲话。所以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那时候没有亲近主那时候其实最好的机会，上帝跟人是直接在对话，可是我们都没有。尤其我们最可惜是亚当，他每天上帝找他们，傍晚就找他们做礼拜，可是亚当就删掉这个机会那第二个步骤之后，我们就开始信主了以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要去除罪恶我们一直信主，为了得到赦免，我要去除罪恶。所以亚萨，我们刚才所提的圣经，达到先跟阿萨，就这可憎恶之物。在上帝所无欢的物件去除然后重修耶路撒冷的门栏，耶路撒冷重新来做礼拜，那么修工咱这是新约的时代，上帝啥咱的罪无都能脱离主耶稣基督替咱下罪呢，咱的罪无都能企图主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本来是主日的记号，变成一个荣光的记号，一个荣耀的记号，替我们赎罪你说怎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信而得救。这个信不是一直信永远得救，信入心里，信是个动词信入而不是个名词信你的心里。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得到赦免为什么信主会得到赦免？我们信主的时候罪得到赦免，但是不要忘记，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不明那个不明，还不是那么熟，所以我们那个基督徒的特质，要不上先基督徒，我们要一再，我们为什么查经？为什么祷告？我们希望我们跟主越来越亲近，越来越像主。你说我就是主，绝对不可能。所以你听到说，现在谁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他是大使徒，他是大先知，他是耶稣的徒弟，他是耶稣的师弟，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会像主？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学着像主。所以这所谓三步骤是让我们能够重新再更新，所以相对的，我们能够再次更新。我们要知道，敬拜的态度是恭敬、诚实、心灵，然后接着读经态度，我们要持续查经笔记。我们高兴，我们教会开始在查经了。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上帝的话永远查不完。你说圣经，哎呀，才66卷，才多少？我已经念了好几十遍。我想雷牧师一天讲说，圣经我熟得要死，我念了好几十还几百遍都有。圣经永远念不完，光一节圣经你每次念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我的圣经的版本很多，我的儿子在笑说：“爸爸，你怎么买了那么多圣经？”因为我看到好的，我就可爱的，我就去把它买下来。所以我那个书房里面有整排的圣经，有没有全部看？当然没有圣经熟不熟？当然我跟叶江长老比起来，我当然比他不熟可圣经读得完吗？读不完光诗篇23篇，从小我妈妈叫我抱着在怀里背到大，23篇你们不会背吗？主祷文不会念吗？你觉得你都很熟吗？我告诉你们答案，你还是不熟。你说这蔡崇义欺负人，我就是欺负你。因为你真的不熟，诗篇23篇你会背，可是你有背入你的心吗？所以相对的，我们晚上9点开始，我真的拜托各位，你说你很忙，我是8点50设定开始，先把金句，尤其那个周报的金句先看一次，让我们以感谢的心，所有的祷告从感谢开始，从认罪开始。那之后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目前进行是正在接受化疗的曹庆兄信同兄那些严长老的哥哥玉荣姐喜明丽姐、查某囝彩文姐啦、春碧姐他们就是那个失智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同心祷告。还有没有？还有很多你可以为你的家人，你可以为你的亲人。最后，你听上帝的声音。如果你没有时间，我最起码请你用主祷文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更新我们自己。最后，有件事情我要来跟各位讲，有一个小孩子叫泰迪，他的老师叫汤普森，他是5年级的老师。这故事也许你们听过，但是每一次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生命要重新再更新。汤普森老师看到这个5岁的那个泰迪哦，好讨厌哦。衣服脏的要死，上课都打瞌睡，作业不想做。有一次作业交来，他就把他打一个大叉，签个0，好高兴。什么话嘛？怎么有这个小孩子这么坏？那时候看他以前的学习路程，1年级的老师说他好乖好认真，2年级的老师说泰迪真正是个值得栽培的小孩，好小孩，乖小孩。3年级的老师说，泰迪的妈妈得到癌症，在加护病房，她的精神不济，上课会打瞌睡，我不知道怎么帮忙。4年级的老师说，泰迪的妈妈死掉，他的爸爸一直在喝酒，泰迪的生活都乱掉了，泰迪也不想写作业。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难怪泰迪变成这么坏。基督徒应该是怎么去改变他？应该更新他吧。他把泰迪叫过来，把他抱着，说：“我没办法教你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耶稣爱你。”就把他抱着。泰迪慢慢长大。泰迪到高中毕业6年以后，高中毕业，他写信给他的老师，给他们沈老师说：“老师，我高中毕业，我全校第3名。”4年以后，他写信给他的老师：“老师，我大学毕业了，我得到学校的师铎奖第1名。”4年以后，他又接到一封信，这封信说：“老师，谢谢，我终于医学院毕业了，签名泰迪医学博士。”几年以后，他又接到一封信，那泰姆森老师，我遇到一个女孩子非常好，我们准备结婚了。我的爸爸已经不在了，他的妈妈也不在。泰迪老师就想到有一次圣诞节，学生都送礼物给老师，只有泰迪用报纸包了一包礼物来，一打开是个假的项链，还有那个宝石已经有的脱落掉，还有半瓶的香水。老师看到，人家的礼物都蛮漂亮嘛，这什么礼物？这是我妈妈的项链，这是我妈妈的香水。这老师当场就把香水喷在他的身上，把项链挂起来，把泰迪抱起来。这是我一生最好的礼物。然后那封信写：“老师，我要结婚了，我爸爸不在，我妈妈不在，你们。”然后1张机票。泰老师好高兴哦，赶快飞过去。结婚的时候，泰迪看到他抱着老师，在他耳朵轻轻讲一句：“谢谢你，你今天有撒我妈妈的香水。”老师挂一串，他当时5年级送给他那个假的项链，而且甚至宝石脱落掉的。你让我的生命完全改变。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需要改变，你要再更新。我们不是说我们信基督徒就永远只做礼拜，我已经交代我的任务。每天我们要更新自己。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出来跟我们带。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更新。一次再一次的，我们在主你的面前，要更新自己，更像主，更亲近主。因为你是生命道路，你是告诉你给
有救。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主，主，我再次到你跟前，交贴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是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有我人生来自你的家，为你的喜我心灵，主我要你是大。算什么？你曾全部，每天在掌声城市，有些受伤。你是爱，主，我算什么？你曾全部。每天的掌声城市，有些受伤。你是高。你再次将我更新，请咱闭慢心来奉献。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爱只有
咱三甲来吟上吟389首，吟诗后，请林牧师来祝祷。林牧师啊？林牧师啊？林牧师。哦，歹势，林牧师来祝祷。阮的上帝啊，求你甲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的内面有活心正直的灵，踮伫阮每一人的中间。求圣神帮助阮，常常会通倚靠你，记住你的面，对你追求拯救。互阮的灵搁一摆伫你面前，伫你的内面有活心正直的神，免得阮得罪你，因为安尼要互阮的生命带来永远满满的祝福甲平安。愿咱大家伫个主耶稣基督恩典，天地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三合二体，对一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报告进前，咱首先来介绍咱的新来姊妹陈燕慈啊，咱欢迎你，欢迎你时常参加。本日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吼，今仔是历代志的6章3节到10节。本日7月、8月庆生会吼，请蔡长老为受请来祝祷。本日下昼2点有敬拜团训练，请团员准时参加。后主日自会后召开定期中职会，会友若有提案，请通知中职。本会伫后主日9月1号礼拜中举行升学的祝祷，升大学的有冠伦、郑燕、永轩、子策；升高中的有洛宇、佑宇；升国中的有佑任；国校的有耀成。第六，金星奖的奖学金伫9月10号要颁发，符合资格学生，请伫9月8号前提供予自会出席陈长老确认，申请资格，家己看吼。9月份的伫月中职郑朴文长老甲林文玲执事。9月、10月助理学老师林玉宇、玉文。本周新安宫讲座历代志11章11节至17节，11章甲17章集体交通。为着身体欠咱的兄姊照顾因的亲人来倒，
恳求主来扶持经过这艰难的时刻，为着为萧佩如、萧技书、林恩正、王香婷、林恩平、郑祖友、林雨辰、林雨谦、欧秀英、邓延文、刘秀锦、郑成佑的身心灵带导。咱即摆请7月、8月的生日的兄弟姊妹来到台前吼，由请蔡长老来为因祝祷。咱用欢喜感谢上帝的心，伫咧面上拢有看见真欢喜，照样上帝甲因三个弟弟7、8月生日，咱的兄弟姊妹，咱大家搁一摆拍拍来感谢上帝，互因甲咱同齐兄弟姊妹，共咱中心教会，这是咱三个来祈祷。因为上帝，我要感谢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拢有你真水的安排，亲像伫阮同齐伫中心教会兄弟姊妹一样。对无人捌主，到人捌主，到伫建立水的信仰，甚至家庭今日是世，踮伫大人的中间。主在的受测，伫的生命内底拢真水，而稳定的油会记号。甲因三个同行，真欢喜伫即个7、8月生日，甲大家兄弟姊妹做伙三甲，伫遮有敬拜，有学乐，有祈祷。伫你面前来感谢你，愿主你伸手看顾因所有每一个人，今日伫遮受赐得到大家的鼓掌祝福，有你的平安。特别对上帝来温柔，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充满满有主你的稳定疼痛，有你永远活命的话，伫每一个家庭中，伫这受请的中间，佮看你体会上帝，你甲因三个同行，用儿乐的诗歌来感谢，愿因所行每一步的脚印，拢有主你同行的记号。有感谢的欢喜，有学乐，有同心的敬拜，有充满满对主你来的话，互相会勉励激励。但愿主你的心看顾因，用你的手扶持保守，互今日所有受赐感受到主你特别温惠疼痛，甲因三合伫地，看因的手行头前人生继续要行的路。也每一步拢有主你的印记，拢有主你三甲稳定、免流，甲因三个同行。互因所行过的路径，继续所行一切，会经过的路，拢有芳华满满、花香满径。感谢主，
伫你内面，只有你受祝福的今日，才会当有亲近即款的体会。愿将因生日这8月，才会兄弟将因搁一摆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的祈祷。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来，你们在前面一点来，我这边有来的，赶紧给兄弟来，站到上面来，站到上面来，站到上面来，照一下，来，我是来给兄来，来给兄来，我来你上面来，你到边，来，你到前面来，跟我照一下，照漂亮一点哦，来笑一下，笑一下。受请忙袂记你礼物伫头前。这是咱请叶长老来讲解今仔日小组要分享的经文。咱请叶长老。现在这平安。咱即摆到第6章啦吼，即顶礼拜读第6章，第6章讲圣殿已经起好啊吼，啊圣殿起好的时，因就伫遐祈祷，伫遐祈祷的时讲吼，所以文讲啦，讲圣殿哦不是神限制的居所啦，上帝吼，上帝的灵充满宇宙嘛，所以毋是干那住伫圣殿，但是圣殿是做啥物？圣殿是万人祷告的殿，哦，圣殿最重要是一个万人祷告的殿。所以圣殿呢，我们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求神鉴察哈，求神鉴察，我们可以认罪祷告，或者说定义人为定义人有理啊，定恶人为恶啦，定恶人有罪，还是讲恳求赦免的祷告，伊内底有讲到，讲特别讲，如果是战争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我们祈求神啊，还是讲遇到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得罪神的时候就有什么？在出埃及记里面有特别讲了哈，特别讲，生命记里面有特别讲说，你如果得罪神的时候，神一开始是什么？天为铜，地为铁啦，天那挡啦，土骹地那像铁安尼啦，日头就照落咧，所有都就变成饥荒的情况嘛。再来有饥荒以后，接着就是瘟疫，瘟疫以后接着是什么？是刀剑啦，国跟国别人就来侵略你。这一些的时候，如果有这一些的时候，你如果向这个殿祷告的时候，求神怜悯了，有功就加，过来神知道人心的，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敬畏神，这是所罗门最后的那个也特别讲说，为外邦人可以到这个殿来祷告，外邦人啊我讲过我伫一个拜六的时来到家迄阵打扫啦来打扫的时，一个菲律宾的迄个外籍的。来伊讲我能不能进来里面祷告？他说我们当然可以啊他就说他从那边来这边帮佣的时候，想起了家乡啦刚好看到这里有神的殿，所以他就进到里面来祷告。所以外邦人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祷告。那在读以西结以西结书里面特别讲他后来分地的时候分地为业的时候，外邦人居住在你的地，你也要分他为业到以西结的时候，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神特别这样讲。我们读以西结书就知道，我们现在就知道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其实他们巴勒斯坦人，神也是祝福他们，要他们要以色列人也要分地为业给他们其实这个都要的这个是为
为这些人祷告了。神怎么样？在第7章的时候，神就应许他。神怎么讲呢？神说：“就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这个地方所献的祷告。”这个是神特别这样回复那个所罗门王。再来，他这个讲怎么样？倘若你们离弃转离我所指示他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别的神的时候，我从赐给他们的地上要把你们拔出了，要把你分散在世界各地。再来，他还特别讲什么？这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在万民中作为笑谈，被讥笑。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历史都是按照这样，按照神所应许的这样来。接着我们看后来那个圣殿建成了以后，我们知道所罗门就非常富有嘛。他说那个金银耶路撒冷的金银那种酒桃要结了，香柏木好像什么那种生栽树了好像桑树一样，那么富有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在申命记里面有特别记载说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立王立王的时候王不可有很多的嫔妃不可娶很多的妻子，不行的，你只能娶一个再来呢，你不能为自己积聚财富不能为自己积聚财富不能有太多的仆人结果所罗门都没有嘛，都违背了这个。所以所罗门一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波安就位第5年了。罗波安就位第5年的时候，埃及就来攻打他，把圣殿里面所有的金银财宝，那个金银是几百公吨呢，金子几百公吨在那个圣殿里面全部抢走。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按照神所指示的，你违背的时候，神就这样管教他们的这个是我们读这个第6章到第10章我们特别知道大概在你看每一个国家哪一个时候基督徒最多的时候，那个国家就非常兴盛了。我们看到在200年前英国基督徒非常多，大家非常热心，所以那个时候有工业革命，从格拉斯哥那边开始那一边的人苏格兰那一边的就派了很多宣教师到台湾来台湾经过150年的时候，台湾也猛虎了我们也是变成说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国家。我们看到大概20年前的时候，那个中国大陆那个聚会的人数非常多了。但丁了去讲去一种去的时，本来第一次去的时候聚会说没有很多人，经过几年去的时候，大陆的聚会人数说你要入去哇10点到要礼拜无法度袂当入去因为人数太多了有没有神有没有祝福他们？祝福他们所以哪一个国家基督徒很多的时候，那个国家受到非常大的祝福当然那个受到大的祝福以后就会产生问题为什么？因为人有钱了以后就离弃了神嘛，跟所罗门一样。所以英国以后就变成美国嘛现在美国一样，去礼拜的人不多。我到英国去的时候，那个教堂有多大呢？教堂都一条路跟一条路中间遐大一条街跟一条街这么大，非常大礼拜的人我看加加咧无咱的多。格拉斯哥那个地方还多，那个在伦敦的时候非常少，大概都是观光客了。我去那个圣保罗大教堂里面去那边礼拜的时候真的很少人所以你离弃了神的时候神就没有祝福所以这个是我们读第6章到第10章特别跟各位分享，谢谢。今仔咱礼拜到这，密道请圣歌队来唱祝歌。
行平安嘞。